由议员发起，结合民间社团，持续送爱心的活动。上午由台南市文生工会、加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进会以及餐饮业者，共同送来400份的海苔饭卷加饮料，为了生态病院第一线医护人员，由生态病院秘书室主任陈鹏生代表接收。今天有我，还有林杨颖议员的林冠维执行长，还有曾信凯议员的曾之杰执行长，今天特别陪同我们发起的，包括我们文生工会陈国斌理事长，还有社区关怀长照福利协会的郭理事长，他们发起要来感谢所有医护人员，然后赠送了要给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总共2000份的海苔饭卷哈，要让他们补充营养、补充体力。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，今天来到成大医院，那还有呢也有去过奇美医院。还有荣总的台南分院，还有郭综合医院，还有部立台南医院，总共发出2000份的饭卷，就是要特别感谢所有医护人员。那我想也特别感谢我们的2位理事长让怡珍，还有我们的冠维执行长和之杰执行长，可以来促成这个活动。再一次感谢所有医护人员的辛苦。医护人员尽心尽力为台湾人民来坚守抗疫防疫，且让这波疫情渐渐趋缓。伫每一袋饭卷，爱心单位佮特别写了一篇的感谢字条。3天落来，分别送予台南的5间医疗院所，总共2000份的海苔饭卷，为了医疗人员的辛苦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